6月开始有真侪新制要施行，亲像和民生相关的，就是热量电价要启动。一般家庭一个月拍算是爱加出要500块的电钱。另外代替的票价自6月23开始嘛要起价哦，平均的起伏是26.8%。以自强和台北到高雄来讲哦，这票价都起151块。下蚵仔、蓝粉椒，搁拍一粒卵，刷落来冰面煎一个，香公公的蚵仔煎就会当上桌。不过最近天气愈来愈热，加上6月初1开始到9月30启动热人的电钱，小食店的头家是讲，逐年到这个时阵，拢干那会当想办法省电，硬经过去。夏季电价调涨的话我们付的电费要涨很多。冷气能够不开的就不要开，尽量用外带的方式来度过这个难关。即马热人的电钱是用2024年电钱审议会决议，根据台电的试算，去年一般的家庭热人平均月用电428度，电池大约1079块，比唔是热人的月份601块增加478块，电钱增加的程度是有80%。不过唔拿热人电钱，6月23开始，30年无起过的代替车票也要起价，平均起的程度是26.8%。台铁通勤的话，一定会觉得影响蛮大的，相对它可以不要那么长误点，我觉得这涨价应该还算合理。我应该是还好，因为我本来就很少搭大众运输。以自强号台北到新庄营来做例，票钱对824块调整做975块。要若外靠铁路的华东地区，若是对台东坐自强号到台北，车票会对783块起到936块。另外6月份的新制，还有财政部修正走私案件免罚的标准，取消原底4条钱免罚的机制。旅客出国旅游，若是要寄回互海关查到，上悬会当罚15000块。健保署是扩大增加免疫疗法的适用范围。新增加列入非临床非小细胞肺癌的第一线治疗，转移性大肠直肠癌第一线较早期3阴性鳞癌，按算会有3400位癌症的病人会当受益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